新樓喺未成交之前都可以轉讓。今日就同大家睇一睇乜嘢叫做 reassignment。reassignment 係指同發展商買入一個未落成嘅樓盤，俗稱樓花，但喺買賣未完成之前已經將合約轉俾其他人。呢一種做法喺英國都甚為普遍。對投資者嚟講 ，reassignment 可以提供彈性，令佢哋可以因應市場嘅需要而提早轉售物業賺取差價。所以通常業主出售 reassignment 嘅樓盤都會比發展商當時嘅市價更加平。但亦都要留意，樓盤要做到 reassignment， 必須要同發展商喺簽合約嘅時候已經得到同意。Global 32位於倫敦，提供全方位嘅物業同埋商鋪買賣服務。無論你需要購買、出售、出租、管理或者係裝修物業，我哋專業同埋經驗豐富嘅團隊可以為你提供一站式無憂嘅解決方案。